茶唔單止係飲品，更係一種體驗、藝術同文化。有冇諗過一片茶葉又係點樣變成唔同嘅茶呢？茶背後有啲乜嘢故事？世界各地嘅茶文化觀點又係點樣影響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同關係呢？就等我哋深入古今中外嘅茶文化世界，透過親身參與茶藝、茶道同製作茶器嘅學習，體現傳統嘅謙、和、禮、敬，一齊活化新六藝當中禮同埋儒嘅創新表達。茶器充滿藝術性嘅形態同裝飾設計，反映唔同時代地域嘅文化特色同價值觀。你亦會學習陶藝嘅基本製作技巧，將意念轉化為實物，透過同泥土有意義嘅對話，創作自己嘅茶器。無論你喜愛茶定係藝術，下次你飲茶嘅時候，記得你已經加入咗一個有千年歷史嘅文化傳統啦。